讲述上帝的话。今日咱要强调的圣经是记载伫个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26节，第1节到26节，咱来倒直来读，请。伊行经耶稣率领到橄榄山边的活鱼甲迄单园的时，耶稣找另的学生，甲伊讲：恁去对面的城舍。已经离去，就要拄着一个路仔，伊遐还未互遐个解开。看若有人问伊讲，啥事做安尼，恁就讲主欠用伊，让伊倒来食。两人就去。拄着一只牛仔伫路面的活角，放伫门外，就甲伊遐的人有话讲，恁甲牛仔为啥事？因照耶稣所讲，因会讲，遐的人就放伊去，伊就牵牛仔走近耶稣。用家己的衫披伫顶面，耶稣就徛伊。有济人用伊的衫铺伫路面，也有的用手机，就是对因所传来的。真后对会结讲，好衫啊，伫主的名内的应该得到恶乐。迄个要来国，就是咱的主公来国，应该得到俄罗啊，伫至悬的位啊，和山啊。耶稣离耶稣三领，伫殿堂，世界看一行的面，你一天啊，就甲12个学生出去，到别达尼，结力因对别达尼出来。耶稣要远远看见一只无法可守有药，就去看里面有所得到无，已经到。既然无所得到，就难听，因为毋是有好果的时，就对zan树讲，打了后永远无人接到你的果子。伊的学生嘛听见，伊讲：你耶稣一天就赶出殿内买卖的人，接到换钱的人的，甲会钱仔的人的，甲落将纸去旧去殿里经过。搁到是伊讲，遐无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万邦基督的厝嘛。若是因互伊做插手，则会石头，若是要紧，就尽拍通左右来免伊，因为惊伊是众人拢奇怪伊的假事。伫下昏，耶稣出城去，早起时，伊对遐经过。就看见迄丛活佛果树，跟伊往无法去，伊就甲伊讲，你看，你所收集的无法果树已经打去，耶稣恁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你若甲遮的山讲煞去，则伫遐里。奈何要伊独独信伊所讲的伫较城，就结合伊城。所以我甲恁讲，你若伊所得到来求的，假实是要得到，就要互恁城。若伊徛喺祈祷的时，想着有人得罪你啥物，就赦免伊。互恁伫天里的地，也赦免恁的过失。恁若无饶赦人，恁伫天里的地，也无饶赦恁的过犯。
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咱是今仔日讲道是咱总牧师为咱讲道，讲道题目是献出不还的耶稣，献出不满的耶稣，咱请总牧师。现在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愿即时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过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主看你的话，愿伫阮的生命中得到最大的帮助，会当来晓悟，会当来行大，会当来实践。当阮会当伫你的话得到更较大的帮助的时，愿伫阮的人生、阮的生活甲一切，都要得到你更较大的祝福。主看你当互阮来看见你话所带出来的快乐，互你的话成做阮生命最大的可靠。但是要对你的话，伫遮三个学习，看你的心充满伫阮，帮助伫阮。阮来祈祷，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姊妹大家平安。伫即个主日，其实有对咱的教会日来讲，是啥物日？中秋主日哈。伊咱知影即礼拜开始，耶稣要徛路啊入耶路撒冷，有真侪人会摕到遮个啥物中秋机啊，搁将衫铺伫涂骹，互伊来行过。所以伫马可福音11章9节到10节有记载讲，前行后队会叫讲，和散那伫主的名来会应该得到恶乐。迄个得要来的国，就是咱的祖公代表的国，应该得到恶乐啊！伫至悬的位啊，和散那，种用这种君王式的这种方式，直接来迎接耶稣，也是耶稣伊最荣耀的时刻。所以这个礼拜对咱来讲，也是受难周的开始，因为有人看见耶稣得到这么大的荣光。当然非常的嫉妒，这个嫉妒最后就变成要对付伊，要甲处理掉，所以要将伊的荣光变成见笑，就故意刁难伊、陷害伊，最后定伊伫十字架顶。所以这个礼拜也是耶稣受难周的开始。咱礼拜五暗时8点伫倒位花岗教会有受难周的日礼拜，也毋现姊妹若有时间，咱会当特别拨假参加，来纪念咱的主对咱的疼，因为伊的受难是担当咱的罪。咱现姊妹会当找出一条通往上帝宝座的这条拯救的道路。伫下主日，咱就要过这个过活节过活节，过活节了后咧。就进入这个清明节的年假，因咱知有真侪兄姊妹回乡伫遐来扫墓，所以咱教会提前伫今仔日来举行这个清明的追思，心中追愿，伫遮同齐来纪念咱所疼、咱所敬重的时代亲人，感谢因所为着咱来付出的疼甲奉献。兄姊妹，咱来知影。人有一摆生，也有一摆死，一代过一代，生命伫遐继续生生不息，伫遐延续。咱拢有责任生团做，并且来接棒，伫遐来扩展生命的价值甲意义。咱来知影，每一代人拢有家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甲使命。当咱若尽咱的本分。完成上帝所交付的，就会当像保罗伫提摩太后书4章7节到8节所讲的，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进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所信的道理。打了后，有义的免流，甲我备办下地，就是著作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毋若互我。也要互见啊，羡慕伊显现的人，这是何等的荣光，何等的荣耀甲美好。我所相信，
这是每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最大的毋茫甲喜乐，就是上帝面前来领受到这种的阳光的冕流。所以伫马可福音书短短16章的中间，作者马可伊对11章开始，就用超整个1/3的篇幅，直接来记录主耶稣呐，伊怎样来度过最后的一礼拜，这个受难的经验。今日牧师就通过新眼光读经本所提供的圣经节，马可福音书11章1节到26节，要甲咱同齐直接来思考、来思想，显出无平凡的耶稣。对这段经文内面，咱来思想几项代志。头一项就是主耶稣徛驴进入耶路撒冷。兄弟姊妹，主耶稣伊捌做拜伫遐来访视这个耶路撒冷，拜访耶路撒冷，总是伫最后一摆，伊特别徛着这个驴来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真重要。咱若对4本福音书来甲看，伊拢有记载马太福音21章1节到11节，马可福音11章1节到11节，路加福音19章29节到44节，约翰福音书12章12节到19节。所以牧师直接邀请咱兄弟姊妹拢来想看卖啊！啊，搁一礼拜有时间，甲这4本福音书那好啊，甲读一摆，甲读个了解，读个清楚。这段受难章意义，为什么主耶稣要徛驴来进入耶路撒冷呢？咱知影伫罗马时代，一个凯旋转来的君王，伊将军，伊拢是徛在悬大，搁强看起来真勇的这个战马，伫遮来接受群众的欢迎，总是无人像耶稣徛驴可能有兄弟姊妹咱想着讲旧约圣经中的预言确实主耶稣的这个行动主耶稣这个行动，就是要应验500年前先知撒迦利亚伊的预言。撒迦利亚书9章9节的记载讲，锡安的查某囝着大振欢喜，耶路撒冷的查某囝着出欢喜的声看。你的王来就近你，伊是公义，搁行拯救温柔，搁徛驴，甲驴所生的驴仔囝。所以伫这个所在，主耶稣伊无讲暗示来讲毋免搁保养，伊已经公开，算是真公开伫遐徛驴仔来进入耶路撒冷，应验着先知的预言，公开互众人知，伊就迄位公义。迄位施行拯救的君王那呢先知撒迦利亚要讲迄位要来的君王是徛驴毋是徛战马呢？为什么呢？兄弟姊妹，咱拢爱知影驴是较软弱无亲像迄个马会当走搁较紧，走搁较远，马搁有战斗力，驴无。驴不但软弱，看驴脾气若无好，你敢知影？驴若脾气咧强的时是非常的倔强所以咱只想看卖这个软弱，搁无虾米款的能力，脾气搁歹，搁倔强的驴而且是毋是咧指什么？指咱本身吗？有时咱就是安尼软弱软正能力搁无够搁倔强主耶稣来。咱来知影，伊毋是要荣耀伊家己，主耶稣来，乃是要提升咱，互咱会当甲伊同齐得到荣耀。正亲像提摩太前书1章15节所讲，有一句话，通信，通交传接纳的，即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也讲。乃上帝经世间的戆个，来互智慧的人见笑；上帝也经世间软弱的，来互勇壮的
见效。还记袂？咱知影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正是为了你，为了我，这种软弱、看起来阁无能力的人，伊要使用你，伊要将你对百般的罪恶中间，伫安那偷放出来，无你安那受到这种罗卜的限制、管制，受罪恶的捆绑。咱知影当这只驴啊，互人牵到主耶稣的所在去，学生将伊家己的衫啊搭伫迄个顶面，当主耶稣要用咱，伊就帮助咱，互咱的心灵啊伫遐更新里变化，脱以前行为像旧的人，穿像新的人，互咱的心智换新，一举一动拢有种新生的变化，新生的样式。亲爱的姊妹，主耶稣只骑驴啊，进入耶路撒冷，接受群众的欢呼。所以，当咱若愿意，互主耶稣来使用的时，咱的主得到怎样的荣光？咱也同款得到怎样的荣光？因安那，迄只驴啊是甲主耶稣安那同齐进入耶路撒冷。这头一项，第二项。既然袂当满足上帝心意的，就是安那，就是无价值的。马可福音书11章12节到14节的记载讲，隔日因对伯大尼出来，耶稣要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有叶，就去看伫迄顶面有所得到无？已经到，既然无所得到，只有叶那定。因为毋是无花果的时，就对迄丛树讲：打了后，永远无人食到你的果子。伊学生也听去，兄弟姊妹，这个代志发生是发伫主耶稣安那，伊要迁去圣殿，将误会拉散的以前。这段圣经节，伊上大师有讲到耶稣腰，咱知影这腰就是未满足啊。不足啊，未满足，所以当咱未满足的时，咱的灵的内面就安那，就会枵饿啊。接续讲，看到一丛无花果树，有叶却无果子，兄弟姊妹，这丛树对开始到结果子，啊，哪会当结满这个果子咧？咱知影一定有一段时间对无？啊，受果子的人，伊袂伫果子一开始，都袂即丛果子树一开始安那，就结果子，就马上甲伊收去。伊就安那，一定要等到即丛树安那，诶，果子拢会爱安那成熟。你敢会青丝就甲挽？我想袂，一定要等伊熟，才会甲挽，才会收果子。所以圣经中提到即丛树有叶。并且强调树叶的模性，但是佫直接讲，因为毋是收无花果的时阵，表示这丛树应该要有果子啊，可能还袂安那到收成的时表示讲应该结果子，但是还袂熟，可能还佫青青。总是主耶稣讲，伊伫种树安那，顶面安那，找有果子无？肯无呢找无果子就表示这丛树有路用无？叶满啊，结果无成，结果找无果子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伫即个所在无花果，这丛树是表征以色列人，伊是上帝伫即个世间的什么见证人？上帝叫人因会当结出最好的果子。通会当成做别人的什么？别人的祝福，饲饱这枵饿的人，结果因既然无结果子，所以主耶稣就对这丛树讲啊呐，对当了后，永无人食你的果子。这个有言呢，以色列人要受什么？要受气绝。有人讲，耶稣一生行新了。拢是表明伊的阻碍，只有这一摆是显明伊啊啦，伊真正什么受气啊，
即摆真正受益。即摆咧，阁是安那行伫树的顶面，敢伫即丛树的顶面哦，毋是伫人的心上哦。那伫人的心上讲起来安那，会真惊人吼。对咱来讲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痛。死干安那，囥伫即丛树的顶面。所以主耶稣伫即个受业中啊，有安那充满了啥物？充满了怜悯，对人的怜悯。人啊呐，做一个啥物？用即丛树做人的啥物？经过对人的经过。所以主耶稣即个话，果然伫历史上伫遐来应验。主后70年要后撒冷啊呐，后来被安那毁掉。其后咧，以色列人阁被迫分散伫世界各地方。一直等到1948年安那，以色列国在安那，转来到伊的所在安那，建国复国。所以上帝过来一摆，互因啥物？互因机会，要互因诚侪会当结出好果子的树，诚侪万国万民的祝福，诚侪上帝国的见证。这足侪人咱的基督徒真侪人安那，一直咧期待啥物？以色列人会当安怎？会当安怎？你敢知？欢会认罪，归应什么人？归应咱的主耶稣基督。总是安那，应该安那敬拜上帝，但是对主耶稣安那无真认可这是较特别的所在。总是咱个真侪基督徒有这个期待，甲毋茫讲以色列人呐，完全悔改时呐，上帝国度的领导真系是真特别。因为姊妹，这对咱基督徒来讲，也是共阮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拢安爱安那诚实诚实的问咱家己，咱的性命是毋是有结出好的果子咧？我这一生是毋是安那？是毋是活出会当满足上帝心意的价值咧？所以伫这约翰福音书15章，主耶稣讲，伊是啥物？伊是葡萄树，咱是枝。枝若袂结果子，就安那像安那，就是剪除去，迄伫外面孤单，过来捡去，互人做起火柴所以求上帝咱想使咱有智慧的心，会当明白，万物安那拢有伊生存的价值。上重要的价值就是安那，互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得到享受甲满足。尤其咱人类会当得到这个恩典，是通讲上深的一部分。这一生不管你做什么，你拢爱记哩。咱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咱结出生命好的果子，和妖恶的会当得到帮助。这就是因跟上帝的性命。这是第二项。第三项，耶稣迁去圣殿。咱来知影圣殿是表征上帝甲人同在的所在。所以当咱人来到上帝的圣殿，是要照着献祭、悔改、认罪，牵起咱的心肝，伫遮来亲近上帝。照基督，互咱的心灵会当得到透放。总是当然啦，掌控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是罗马政府所委托的大祭司威廉伊，已经得到罗马政府所承认的犹太公议会。这个公议会是对71人所组成的，有一个大祭司，24个祭司长，拢是撒都该人；22个文士、经学士，就是法利赛人；24位的长老，因拢是照着关于圣殿的职权，着这个雕像者，伫遮来做礼拜该咱出淡薄的金钱财政，为什么？因譬如讲，从圣殿的这个外邦人的院出租，或者生意人会当伫遐兑换什么？银钱，伊安那现金就献什么？圣殿的钱所以爱伫遐换。买什么？献祭用的什么？牛羊钱才会祭面。这买，扣税拢什么人？对，才会讲
公议会遮的人吼收去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吼，因为咱知影每年的即个搬过节吼，分散伫各所在犹太人因为转来到即个耶路撒冷，甲因为路途遥远，往路途遮远，哦，你敢无牵只羊啊？你牵对。对台北开去到高雄，有无？而且咱无啦，咱话一定伫遐买吼，伫遐抬吼，差不多拢是啊，伫遐对换，伫遐线电就诚这样啦，吼，生理场吼，哦，就伫遐买，哦，有诶当然有家己带诶吼，较辛苦诶，哦，总是啦，这时会少着讲家己带，这无合格吼，哦，你再卖互别人卖圣殿诶吼，你知影意思啦吼，啊。哦，这做生意人是足厉害吼，提高这个价钱吼，来赚出这个薄利，所以将不义白色，和主耶稣非常的受气。所以伫15节甲18节，安尼记载讲，因到耶路撒冷，耶稣入殿，就赶出殿内买人，车倒换钱的人会倒，甲卖钱的人会意，煞毋准人带器具对殿里经过。佮教神讲，兼无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万般祈祷的殿嘛，祈祷的厝嘛。若是恁互伊做插手，所以这这时头甲经学师听去，就伫安那要找空旁像安那来灭伊，怎样要来灭伊吼？这损害阮的利益的人，咱就安那甲安那甲处理掉吼，因为惊伊是正人。拢奇怪伊的教示，遐滋味。上帝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了要拯救人，乃是要做，要为着咱成做伊的殿，互咱成做伊的殿，最安居的所在。所以咱这个人其实就是啥物？就是上帝殿呢。你要知影，互上帝住伫你的殿院的中间。你一定安那，你一定爱清气对吧？清心、公义、徛在。你若徛袂在，你来就垃圾去啊！咱就知影，垃圾的物件有时这个阳光纯洁是无法度进入的，咱来知影。所以，咱是要做上帝殿最安居的所在。正像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到20节所讲的，也是你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嘛？圣神踮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佮恁毋是家己的，因为是用价钱买的，所以就伫恁的身躯荣光上帝。因咱是上帝托了耶稣基督伫安那用重价所甲咱买，所以咱是属上帝的啊。咱来真清楚，毋是咱家己的，咱是属上帝。所以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的管理者，伊无好好伫遐来管理上帝的殿，伫遐来做买卖夺取薄利，你甲主耶稣用激烈的态度，严厉的责备因，这也引起因决心，直接要夺灭耶稣。所以当然。是毋是好好的管理咱家己的身躯，互咱的身躯诚侪基督的殿，会当甲上帝伫遐沟通，甲上帝同工，互上帝得到荣光的所在咧。也是咱将咱家己的身躯当作插手，一心想要赚大钱，吃喝玩乐，将身躯舞歹去，直到咱的上帝不得安宁咧。所以咱一定爱伫遮警醒咱家己，毋通互咱即个属上帝尊贵的身躯保体，互俗世财力伫遐来充满，诚做插手。咱都爱有更较侪的警醒，常常伫遮祈祷亲近咱的上帝，互咱会当深心伫遮来面对世间的一切。虽然世间有真侪，互咱感觉讲安尼当袂起，人会咧骂。人的对付，人的一寡手段，人的不公不义，总咱要怎样直接来徛在，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第3项，第4项，人就凭着信心
支取上帝的应允。哦，咱要凭着信心来支取上帝应允。伊接续落去20节到24节的记载讲，早起时因对遐经过，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根基拢高大去。彼得记得就甲伊讲：列比，你看，你所救做的无花果树已经打去。耶稣应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既然甲即个山讲刷去，伫海里，心内无骄疑，独独信伊所讲的的较正，就要甲伊正。所以我甲恁讲，既然恁所祈祷来求的，着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正。只敢过一日，迄丛被救做的无花果树在啦，连根基拢高大去。所以这个彼得非常的 surprise， 非常的surprise。彼得提醒耶稣讲，注意这丛无花果树已经高达死的事实。意思直接咧问伊讲，为什么伊这么紧就高大去咧？还记袂？无花果树的高大，乃是出自主耶稣伊的嘴所讲的话。所以主耶稣直接无讲，直接无讲，恁着信服我的话。伊安怎讲？伊讲恁着信什么？信上帝。伊无讲恁着信我呢，伊讲信什么？信上帝。表明伫伊的话语内面有什么？有上帝权柄。伊讲上帝权柄，就伫伊的话的中间。现在知未？咱的话要有上帝权柄无？咱的话要有上帝权柄无？你有完全的信靠、明白甲安靠无？有完全真清楚咱的上帝什么款的上帝无？有完全了解主耶稣一直顺探上帝旨所行的无？伊无用家己做主，当然知是耶稣是咱的真重要祈祷的对象。透过伊，咱会当甲上帝搁较进一步亲密。但伊直接拢无表达讲用伊，伊是用什么？用上帝。这写得真清楚的。所以咱直接行做，咱还是主耶稣。毋可能家己是上帝权柄，但是咱要有上帝权柄，就搁较爱晓悟明白，伫咱的灵修、祈祷、读经、甲信仰的经验顶面，甲上帝搁较水、搁较好的契合，这是非常的重要。现在这边咱一直爱记哩，话语是带有权柄的，是带有气力的，所以咱都爱谨慎伫咱要讲话时爱足细腻尤其是咱做基督徒的。所以咱有时咧随便讲话爱凊彩讲话咧讲开玩笑话那是爱有啥物？爱有艺术是要帮助人的种艺术爱知影。你伫信心内面所讲的话，一定要带上帝权柄这是甲你甲上帝关系是毋是较为亲密亲切甲建立这种像朋友的关系所以直接耶稣接续讲耶稣接续讲，我实在甲恁讲，既然甲这个山讲刷去伫海里，心内无骄疑，独独信伊所讲的的较正，就要甲伊正。其实这个山，就是代表阻断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迄个看起来非常大，阁无法度排除的塔崖面。这个塔崖面，也是讲这个困难的所在。互咱的心灵，互咱的心内焦虑不安，咱的心灵拢大大受到创伤。现在知未？这个时阵，这个时刻，伫你人生的道路顶面，是毋是感觉有一座大山挡伫你的头前呢？你所面对的困境，是毋是已经超过你的能力范围内底所会当解决的？所以，互你的骹手拢无办法，毋知要怎样才好。咱爱记哩，伫这段人所袂当的，伫上帝凡事拢会。你有够个信任这点无？
这是非常的，伫人所袂当的，伫上帝凡事拢会。所以咱得凭着信心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小使迄个教育的稳定、教育的智慧来突破生命的困境。咱所有的山无长，路路长嘛，对无？路无长，人人长，人无长，心长。为啥你拢无办？山塌掉你行到遮佫塌掉，佫塌，要安怎？人无办法啦。山人无就家己心来去长嘛吼。心拢无，有真清楚吼。这段这个理念是非常有意义，吼。所以咱真侪时阵毋是困去即件事件内面吼，是困伫即个情绪的内面吼。咱有时情绪抵到咱伫遐受着困扰，不但伫负面的情绪的中间伫遐来受气，伫遐来愤怒，伫遐责备，伫遐痛苦。不断地种即个牛角尖吼，钻牛角尖吼，抵到行袂出去，遐姊妹，咱面对人生的即个关山，咱来求上帝，互咱有啥物？互咱有即个啥物？新的眼光吼，有即个新的眼光来看待，会当用搁较关注的眼光来看待咱的困境，免去凭着即个情绪吼，用情绪持续性的这种的困扰吼，来来搅扰咱的心情，搅扰咱即个人。咱会记得主耶稣所讲你着信上帝，你当信神啊，你着信上帝。当咱对上帝有信心，互咱家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甲空间的时，咱会当用祈祷会当用祈祷来亲近上帝，伫这时上帝就要甲咱就要甲咱做成吼，就要甲咱做成。所以咱才知影人生第一段对生行到死的路站。你敢知影？人生是一个从生走到死的路程，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应该是啦。伊有生必定有死。最近我阁听到讲，几个人阁安怎吼？伫这段时间有几个人阁转去，阁转去吼。拄啊归名无偌久，就阁转去吼。到底是怎样？我想有时人家己知，总是人家己毋知。但面对这种的困境，面对咱所明白的人转去，咱的心有时非常的艰苦，有时会诚侪咱的惊吓，会无？忽然间讲最好的朋友咱转去呢，其我看伊拢无安怎，哪会转去？工作压力，还是伊生活，还是各方面，遐姊妹，其实咱毋是看伫这个人的心情，毋是看伊的状况，咱会看上帝到底伫这个人心情所发生的，对我有啥物启示甲帮助无？在咱免惊吓，咱一定爱信上帝。咱用祈祷来亲近上帝，来明白，咱就当伫安静的时间、空间内底，因为思考上帝伫这生命中的意义，咱就当得到更加大的帮助。所以咱在用求上帝用伊的话来改变咱对事件的看法，甲认知吼。因为当咱认知观念改变，情绪就得到改变，情绪改变，咱的选择。对来改变，行动就会来改变，行动改变，咱人生就当得到改变。所以，你如何看待你的人生呢？你用怎样的心态来行完你这一生呢？所以，一只无平凡的主耶稣，伊如何面对这个受难？等于骑驴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宣告上帝所应允的弥赛已经来到。酒已经啉到，人的心免绝望。伊妈来哩，上帝要甲你三个低地，伊就做无结实的果子无花果树。伊伫遮学生知影，既然袂当满足上帝心意的，拢无价值，
哦，一点仔价值都无。因为是咱的性命着安那努力安那，爱努力安那，来结出什么？来结出这个无花果树哦，来结出这个无花果树。好、哦，这是咱伫咱的性命中，咱上重要的。好、哦，所以伫遮也提醒咱，咱要怎样伫遮来结果子，来应跟上帝，这是上价值的。所以咱看出耶稣伫遐看出遮伫圣殿中。最袂提起咱圣殿是安那？是要做什么代志？是要亲近上帝，要祈祷，要伫安那敬拜上帝的所在，毋是要真做插受，毋是要真做人伫安那享乐哦，这是有诶无诶一切。所以咱只要看到这个高大无花果树，一边的学生，得用积极正面的话语甲心态。去提出什么？上帝应允，爱对上帝有信心。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拢都要相信，凡事拢上帝水搁好的旨意。所以咱都要感谢上帝，因为主耶稣伫生命最后的7天，伊留落这个上水的模样，互咱会当凭着对上帝坚固的信心，一个积极的心态，会当好好来活出充实的每一日。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爱对上帝有信心，互咱一生充满着盼望，并且充满着喜乐的人生。互咱的先辈啊，就是咱的时段，今日直接来追思少年咱的先辈时，因为咱伫咱的生命生活所行做，咱会当得到伊安那，咱若甲伊送见面是讲哇。这些好的子孙后辈，伫安那得到娱乐，得到欢喜，这是咱做一基督徒非常重要。愿上帝当祝福伫咱，以及咱所行搭伫世间的一切。咱三当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相较实，我更加伫你的话顶面来肯定。主阮的上帝，你的话是大亏力的，你的话有时会真做人的祝福，有时也真做人的咒诅。因为一句话，等我若伫遮伫咧思考来回想的时，有时若像一支刀插伫阮的心内。所以我若感觉这支刀插伫阮的心内，伫这个苦难、伫这个困境的顶面，我会当徛在坚实的瓦壳里，相信你的时，这支刀有时会转变，真做保护阮、祝福阮。以及坚固阮信心的道，做可你帮助阮伫阮所行的一切，快一摆会当明白你的话所带来的快乐，以及你伫阮的生命中所要带阮的稳定甲祝福，也通过你本身为着阮牺牲奉献大重价救赎，但今仔日阮来领受遮尔大的恩典，欢迎感恩的心，搁再一摆摆咧伫你面前，求你继续保护、看顾、祝福阮。阮这样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